问他们谁从云中？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形态，就是它是用神明会的名义在存在。那神明会就有账册，神明会就有会员，因为神明会就要吃会嘛，就分财产嘛。他是真主，是独一的主。112是真主，是万物所仰赖的。1122他不生，也不被生。112人没有任何不可以，他一体。112是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内光，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乐了人，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地狱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道，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约翰福音14:9-13，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主在原文之地。